讲牧师陪你读圣经，今日是10月14，咱要做伙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5节。亲像身躯是一个，阁有真侪机体。身躯虽然有真侪机体，阁身躯只有一个。基督嘛是安尼，无论是犹太人，也是外邦人，奴隶也是自由的人，咱拢对同一位圣神领受洗礼，食做一体。阁咱嘛拢啉同一位圣神，来得到论德。身躯不是只有一个机体，是有真侪机体。脚若讲我毋是手，所以无属身躯；脚毋是安尼讲，就无属身躯。耳仔若讲我毋是目睭，所以无属身躯。耳仔毋是安尼讲，就无属身躯。全身躯若拢是目睭，要用啥物来听？全身躯若拢是耳仔，要用啥物来闻？安尼，上帝照伊的旨意，将逐款机体安置伫身躯。全部若只有是一个机体，哪会当算做身躯？安尼，机体有真侪，阁身躯只有一个。目睭袂当甲手讲我无需要你，头嘛袂当甲脚讲我无需要你。其实，遐个看起来较软弱的机体，颠倒较有必要。咱看毋上目的机体，颠倒较甲因看重；较歹看的机体，颠倒较着甲因糟蹋。遐个较好看的机体就无需要糟蹋。上帝将身躯安排好势，互遐个较无重要的机体得到较大的尊重，通互身躯免得到分裂，得到互逐个机体互相照顾，就做帮助咱，互咱彼此成做机体，互相帮助，互相照顾，来甲